立的传统艺术中心邀请国内5大歌戏甲布袋戏，7月初9到13连续5天到台南盐水的武庙来表演，期待大家更加认捌传统的戏曲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推动民间剧团计划，今年7月初9会到台南盐水武庙举办5天的表演，嘛邀请国内5个出名的布袋戏和歌戏团。我希望讲会当互愈啊侪人会当熟悉咱团体，伫庙口嘛会当看到咱较早遮精彩的团队的演出，所以呢，阮就设计这个计划。每一个表演团队拢是演上经典的戏，其中演艺歌剧团的装备和布景，拢是为着这摆演出做全新的整备。咱这回所有的制作，拢去家己真大的制作，包括阮的服装、音乐、布景，全部拢去做新的。希望互民众有好的观赏品质。盐水武庙嘛特别规划5天的周边市集，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来遮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